总统蔡英文今仔日特别到基隆参加港务分公司的团拜。总统讲，基隆港会当改造成功，这嘛是基隆城市改造上大的动力。蔡总统专程到基隆参加港务分公司的新春团拜，拄着情人节在布地上增加气球。那么，如果我们基隆港的改造能够成功的话，那也是我们基隆城市改造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动力的来源。所以，从我担任总统以来，基隆港的改造的工程一直是我最关心的事情。卡合的是蔡总统13暗才伫社群软体分享农产品的外销，拍破3项纪录的好消息，来到基隆喜事嘛无停。在所有的客运还有货运都创下历史的新高。客运有142万人来拜访所有的港情，80%有119万是在基隆港。过要互基隆甲过去无同，蔡总统伊嘛向基隆队加油。那么是否有林右昌，我会有蔡适应委员，不要忘记了，还有总统对基隆的一份相挺的心。基隆港就是基隆发展最核心的所在。甲过去无同，到高雄港桃园机场徛台，总统换一个地点，要证明家己对北到南拢同款重视。